这几年，因为国际战争加上风台地动这寡天灾地变，也互民防训练灾害应变的处理变甲是一个正重要的课题。专门推散民防训练的民间团体乌心学院宣布伫中华成立基地，针对着军破知识、资讯战、避难规划这块方向来开课，要来强化民众的民防知识。 这几当国际战争不断，加上中国军机不时就来扰乱台湾，全民国防正做重要议题。民间嘛未少团体自发性举办民防相关的训练课程，其中民间防卫组织乌心学院找到伫中华成立基地，会针对军事知识、资讯战、避难规划这个方面来开课。 我们在全国最受欢迎的就是基础营的课程，然后基础营包括军事普及、认知作战，还有急救医疗及避难规划等等。我感觉讲这个技术，甲咱民众平常时有当时咱嘛会去拄到的这个状况，所以咱希望讲把这样好的这个课程带来地方，互咱的民众会当就近来上课。 乌心学院表示，台湾人的危机意识提升，伫去年已经有4万人参加过因的基础训练营，今年的目标按算会有10万人。除了建立民防知识，嘛要提防中国的认知作战。战争甲这个灾难唔知什么时阵会来，咱就是飞翔学院就是鼓励咱的在地乡亲拢会使来参加。奥运这个经验，我们都得金牌，然后竟然会有一些声音是负面的声音。台积电是台湾之光。 但是也有很多人就会，台积电也没什么了不起啊。我们的观察其实都是认知作战的一部分。即阵伫网络资讯流通快速的时代，乌心学院嘛提醒民众，千万唔通无查证的转发内容，爱会晓判断假消息，提升公民自主的防卫能力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